万物都造齐了，到第7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4道，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顺，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3道河名叫西底结，流在亚述的东边。第4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以上，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为了这个礼拜平安的经过，献上满心的感恩。也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还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也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神你赏赐我们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领受你的话语，也开我们的心眼，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个礼拜是我们的福音主日，我们要针对我们在汉人的福音或是台湾人的福音中间的社会中间，我们常常有些我们不明白的迷信，造成我们的灵命受到了捆绑。求神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就不受这些的辖制。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今天是8月第一个礼拜，我们在偶数月的第一个礼拜呢，我们都是福音主日。那所谓的福音主日呢，我们就是希望你有一些朋友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可以在福音主日的时候带他来，因为我们讲的是比较一般性的这圣经里面的言义或是解释呢，并没有那么深盼望我们他们能够透过福音主日的时候呢，对福音能够更了解。那上次我们在福音，今年我们有一系列总共5讲，在讲到改运换命，现在已经讲到第3个。上次我们第2讲里面呢，我们是讲到算命，我们讲到有很多华人里面有很多算命也有这种用鸟去夹米来算的，还有米你自己倒出来，鸟去夹这个签，这样算命，有那种不同的算命呢。后来我们就知道说，那算命呢，其实大部分是因为有一些根据是因为统计学出来的，那有一些呢是因为人用猜测你自己的心意里面来了解的。那其实呢，你要真正知道你的命运呢，你应该回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面前，你寻找这个神才是值得依靠的。那今天我们在讨论另外一个议题呢，是风水。风水，我相信你有可能有风水来决定你的一些东西，或者甚至是完全就依靠风水，也有可能你完全就是不依靠。但是呢，我们对风水还是要了解，因为在华人里面的风水是相当影响相当大的哈。台语就讲你风水有好无？
遇到什么不顺的时候，就讲你的风水不好啦，就是有很多以前假如是算命的话，就你背吉不好啦，八字不好啦，等等这些。那风水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华人呢，他一向就相信深信这个风水之说，我们要建造房屋啦，要修筑这个坟墓啦，室内要摆布啦，都要看风水哦。甚至我们连修建庙宇寺的时候呢，神明安坐的时候都要看风水。似乎风水的方位呢，比神明仙佛的权势还要更高。或者为什么要摆那是神位的时候还要看风水？那风水等一下我们会讲，风水至少有2大主脉在讲说风水到底是什么。但是很显然就是看到风水，你假定进到一个人的办公室的时候，你就照我们常理判断，他不应该是一进去的时候呢，他应该我们可以稍微往侧边就可以看到他，或者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他怎么摆一个角度在？那就是这样，是风水，也不是他自己算出来，他会找一个风水师。你来给他圣明圣神公，我要桌子要怎么摆，我才能够赚钱，才能够怎样哈？现在连神庙里面要安放的时候呢，也要看这个风水哦，好像看起来风水比神还厉害哦。其实风水呢有2大的门派哈，这2大门派，第一个叫做形势派，它是用自然地理的形势为判断吉凶的依据，像最近这个灵异事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就跳出来开始讲话，有没有在电视上有看到？哇，这个人在看，就是因为他后面他这个他的庭院里面挖了一个水池，而这个水池呢是这种是半夜型的，就对。然后呢，并不是这样凹进来，不是把这个财聚进来，而是把财散出去的。好像一个人要是命运倒霉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算命，都会讲这个不好，这不好，这不好。后来知道结果，就可以开始推论前面的原因。那之前怎么都会没有人讲呢？那不管是怎样，开始就很多人讲你今天为什么会被抓啦？是因为你的风水不好啦。那有人就看到他家里面开始你这以前又动的这个土木啦，又是怎样啊？讲奇怪了，一个人。这个什么索贿啊，不是只有贪贿而已啊，索贿哦，你要办什么事还跟你要钱哦，这是很严重啊。人家我没有要钱，人家送给我，那不得已啊，你可以讲说这杀不起啊，推又推不掉，所以我只好拿起来，不得已拿下来的。现在不是索贿是这样，你还要跟你讲开口你要多少拿来，我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怎么跟风水有关系呢？但是就开始就会讲到很多关于，那他们那边所讲到就是跟地形有关，所以这个地形看起来，你知道在台北的那个圆山饭店有没有听过圆山饭店？应该有，虽然是很年轻还是有。圆山饭店以前是蒋夫人，蒋夫人是他的拥有者那那边为什么说他们会去占据那地方？那地方不可能开饭店啊。但是呢，因为是有钱有势人，说要在那边开饭店就没有话讲。那一块地是美人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它从圆山从侧面看去的时候，它是一座山，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龙头，所以它这龙头的地方就把它一座圆山就摆上，饭店就这样摆上去。哇，这个风水之好啊，这一定旺啊！这样会又对这样，然后就开始很多话就开始讲起来，都是这样。那是以地形为主。但是呢，还有很多是讲，另外一个是讲用理气派，他开始注重你的八卦的方位、阴阳平衡、五行生克然后9宫联姻。牧师没有这样厉害，说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上网去看的原来他就分为地形派跟理气派，一个是地形很单纯这样看就好，不行，还要拿八卦起来算一算的时候呢，然后还看怎样阴阳有没有平衡，还有五行生克。我记得上次牧师曾经跟你们分享过一次牧师的经验，不是我去算，是一个我的牧师以前是做生意的他在做我们设计丹尼尔电子英汉字典，那是一个电子字典，你只要打一打 ABCD 这样打，然后输入它就跑音标跟它的解释出来这样。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做的所以在市场上是独占市场。那
这种销售中间的时候呢，突然就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客人来了，然后就坐下来谈没有多久，他突然把他的手拿起来，拿着八卦出来。他说：“我可不可以帮你看看你的办公室如何？”我说：“好啊。”他走一走看，跟你讲说：“哦，你们这个办公室里面哦，坐在那个人的位置，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坐在那个位置曾经发生什么事情？坐在这个位置曾经发生什么事情？”哎，讲的完全正确嘞！哇，你看嘛，你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厉害啊？那其他的不讲，我只问他说：“你怎么会知道？”他说：“哦，我们看到的是阳界，我们看不到阴界。阴界的东西有用八卦一算，我就知道为什么那个人会发生事情呢？因为他正好是在这个阴界里面那个行军啊，军队要走的道路上，你把桌子摆在那里，你当然挡到他的路了啊，所以他一定给你难看，一定给你发生什么问题，看你会不会这样，看你会不会换一个位置，然后就让开他的道路，让他可以走这样子。”其他的我以前已经有稍微讲过，我只是在提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人他就是用八卦可以去算出来。有的人，那我还问他说：“你真的这个八卦看一看就懂吗？”他说：“当然不是真的，他还要怎样？还要一个小鬼告诉他啦。”就是说，他那一种算命人后面都有一些走这种阴界的这种要了解的人呢，后面都还有一个小鬼在帮助他来去了解他这事情。但是呢，主要讲是说，实际上有这种事情也是没错。就说你要算，有些人觉得风水这样子就是不好，哎，结果真的好像是不好那样，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呢？是不是也一样跟着要去看这个风水呢？但是目前这两派其实都混合在用，他不会单单只看一种，不会只看地形而已，他还会看一下他的八卦还是什么，会看一下这样。综合来看呢，风水他用这4样东西：时间、方位、山脉跟河流。就是山跟水的部分，还有你的方位的部分，是跟太阳有关系的，跟月亮有关系的。然后在你的时间、你的时期，现在是什么时期？不可能同样一个地点永远都是好的，跟时间有关，时间有关系，方位有关系，还有怎样？你的山脉跟水流，山跟水都有关系哦，来决定这建筑摆设的位置啊、方向啊、形态啊，他们都是为了要祈求平安与福气。那牧师刚刚讲那个例子啊，你们就可以稍微知道，其实也有它的道理在，只是怎样，就是阴界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能够了解。那但是呢，我们不一定了解，我们真的一定要怕它吗？我相信你今天讲完你就知道了哈。但是呢，眼前呢，我们看目前是大吉大利的风水的这种宝地呢，在现代的社会呢快速变迁之下，转眼它也可能成为是怎样大凶恶煞之地。所以才有我们常会讲说怎样风水轮流转，风水轮流是有它的道理在啊，不是好像我们一般讲风水轮流讲，只是说，哎，我们好像位置已经兑换了，以前是你很旺，现在换我旺了，以前是我的背的要很背啊，然后现在是换你背啊，这风水轮流转，其实它意思就是说你的运啊已经开始改变的意思，所以不代表有风水轮流转，代表说我这个地方现在看它是大吉大利的一个很好的地，但是呢，并不代表永远是如此。所以刚才讲的第一个因素是讲时间，有时间有方位，然后有山脉跟水流的原因在哈。那美好的环境呢，也可以当然可以使人讲非常的舒畅安静啊，但是俗语说讲天赐平安福哦，所以这边也是告诉我们，只有天才能够决定。问题是哪一个天？你相信的是一个普通小鬼的这天呢，还是你有更大的这个主来当做这个天，你所知道的天呢？其实是真正赐福的呢，就是天是没错，但是是哪一个天哈？风水呢？风水是他用时间、方位跟山脉、水流这4样东西来定风水哦。但是谁创造时间呢？谁创造方位呢？谁创造山脉还有这个水流呢？我们要相信这些风水之说，你倒不如回溯到创造这4样东西的上帝的神。这个神是谁？你应该去认识他，跟他建立一个美好关系的时候呢，你所领受的福气就是直接从那边来的，是不会改变的。不像有人的风水会改变的，但是你这件事不改变，因为你寻找的是最上面他创造的时间，然后创造了方位、山脉跟这个水流的部分哦。
所以我们来看呢，你要认识这个你怎么知道这个宇宙万物呢？是这个我们所相信的神呢？是这一位神呢？这边我们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创世纪第1章第1节就说怎样？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独一的真神呢，他创造了宇宙万地。你有可能我们在学校里面读的，就是说这个宇宙如何形成的啊？进化论啊，进化论应该一开始要有动物啊，然后起先是什么动物？我们也不知道啊，他就开始讲啊。我们最简单不是什么草履虫啊，这样单细胞啊，然后分裂成为双细胞。那我们人是分裂的吗？哎呀，好像不是。好，那就应该有更高级的啊。我们一直推到前面就推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是从猴子变的啦，因为猴子跟我们很像。然后就开始就有很多的传说出来，这是进化论。他说人呢，经过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之后呢，就开始随着环境而改变，一直来改变，然后变成不一样的。但这中间有非常大的矛盾存在。创造写这个进化论这个人哦，他里面原文里面呢，听说有600个地方还是6000个地方我忘了，他是写的字就是说假定如果假设是怎样，假设这样，然后就开始往下一直推啊，假定这样就往下推。所以这个东西不管你是600也好，60个也可以啊，你只要中间有一个被推翻的话呢，这个假设不成立，后面当然就不成立了。这一个人，这个作者呢，最后要死的时候呢，他自己承认说，他那个理论根本就是胡扯的。但是呢，你可以在我们的上网去查有关的论文，有关的进化论的论文跟创造论的论文来比例相当大的悬殊。假定一个是1000的话，另外一个大概只有1比1000而已。这个创造论的论文里面大概只有1篇的时候，这个进化论论文可以有1000篇，表示说很多科学家都相信是进化，不相信是这种创造论。那但是也有文章里面在做了相关的这种探讨。他说，原来这些科学家是不愿意承认是创造论，因为进化论早就已经被否认掉，它至少有3大疑问没有办法解决。第一个是这样，从无生有，如何从无变成有？它可以解释一大堆是这样产生的宇宙产生的大爆炸，什么黑洞，什么讲了一大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证据可以去显示。第二个呢，这个一类怎么会变成万类呢？一类怎么？你进化一定是一类开始一直变成很多万类，一类如何变成万类？现在的科学已经很进步 ，DNA 每一个动物都有不同的 DNA。DNA 怎么会改变呢？没有办法改变，因为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一类变万类，它就讲不出来。第三个是无机如何变成有机？你是大爆炸好了，那些东西是怎样？是一个无机的，它怎么变成有机呢？怎么变成有生命呢？这些都没有办法找出来。何况在进化中间的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的化石，通通不存在。我们已经进步到这样子，可以发现到很多个化石，从来没有找到一个。你们看到那个进化论画一个猴子如何一步一步站起来，然后最后变成是一个人的样子，这中间就是进化的过程。任何一个进化过程都没有化石存在，所以表示其实进化论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所有的宗教里面呢，都知道有一个神，但是这个哪一个宗教能够把这个宇宙的起初、宇宙的形成、宇宙的最后的结果，能够把它写出来？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经典可以写出来，除了是圣经以外。圣经将宇宙如何形成，然后这个后来这个宇宙会成为如何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圣经中间所讲的话呢，是我们可以相信的。说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他才是独一的真神哦。然后神呢，他创造了时间跟方位，因为在经典里面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没有读这一部分，创世纪第1章第14节到第15节说，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让年岁，
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也就是把时间如何原来有白天有晚上，然后过多久以后，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是创造了一个太阳为宇宙的中心，然后地球本身会自转，产生了一天的时间，然后随着太阳而转的话呢，是1年，绕一圈就是1年，所以中间有自转，然后又有这个椭圆形的这个轨道走着，你开始有春夏秋天的产生出来。所以时间跟这个方位呢，还有方位呢，也是神所创造，在第1章第17节里面也有讲到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第3个原因是讲山脉，还有这个水势，也是神所创造的。在第1章第9节到第10节这样讲说，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集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所以不管是山，不管是水，其实也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上帝还不止创造这样，他还为了人准备怎样？准备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看到他创造这些时间方位、山脉水势之后呢，他又照自己的形象呢，也就是照着他的性格呢、性情呢去创造人，因为他要人来管理这个全地。他为什么要创造人来管理呢？因为他觉得看的每一样事情都是非常的好。他创造的宇宙，不管这些动物、植物、水里面的这些鱼类这样，还有他所创造这些山脉、水流都很好。他每创造一样，他都说神为看为好。这么好的东西，当然要与人分享啊！跟谁分享？神就创造一个跟他性情很像的一个人，但他本身不是神，让他可以怎样来享受神的创造。所以这样，是神一定将他要跟人家分享，一定将这个好的东西呢跟他一起分享。那时候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最好的风水啊！上帝要人啊来管理这个世界啊，被风水之说辖制的人呢，行事他都要看风水，人就失去了管理全地的权责啊，反而受到土地环境所控制。你不要单单看这个上帝要人管理这个权地，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奥秘的事情。你想想，神创造了人，然后来管理这个全地。人是有身心灵，刚才我们读过了。最后神创造人就吹了一口灵气给他，所以人就变成有灵的活人。那我们再看到约翰福音第4章23节、24节讲这样：上帝是灵，敬拜他用怎样？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上帝是灵，然后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那上帝有没有身？你觉得上帝有没有身？身就是像我们这样有肉体的部分。上帝有没有身呢？上帝应该是没有身，因为上帝是灵啊，他是一个灵，他是讲无所不在的。你有身，你就开始受到很多的限制。他是没有身，但是他是灵。灵如何能够管理物质的东西呢？灵就没有办法管理物质的，所以上帝将这个宇宙创造出来之后，交给人去管，因为人有身体。这样已经代表了上帝他将这个管理宇宙的这个事情怎样？他将他的主权交出来。所以这一句要看起来好像是上帝将管理创造人，然后管理权利，好像是很简单的，其实这是一个上帝非常大的恩典。他将他的主权交出来，交给人去管理这个世界。上帝没有办法干预这件事情，除非怎么样？除非你邀请神做你的主人，神就借着你的身去管理。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魔鬼他如何辖制人，如何在我们这个整个社会里面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这种情形。原来他就是讲，有人他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了，他拜这个黑暗的势力为他的主人，所以他将他的灵交出来了，而灵控制的身体，他就开始做这些被这个灵所控制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所看到这个社会就开始变成是黑暗势力掌权的地方，神没有办法去干预他，唯一能够干预是怎样？透过有人愿意
以神为他的主人，而这个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能够打败黑暗的势力。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建立祭坛，就是跟神的关系要很好，然后祭坛跟祭坛之间就连结在一起，成为一个网络。乌干达的牧师穆耶汉，他来台湾的时候宣讲他们乌干达怎么样子的翻转。他里面提到一个事情，他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里面讲说怎样，突然发现到说有一块大石头，很大的大石头掉下来，掉到乌干达来，然后这个石头压的这个乌干达的非常的沉重，后来就这个石头甚至跌到这水里面去，哇！他会想说怎样？这看起来就是一个黑暗的势力，如何能够把它拔除掉呢？他想到的办法就是怎样？他带了一根绳子去，然后就穿到这个石头下面，然后就两边的人开始拉。你想，一根石头能够拉动大石头吗？拉不动，所以他就开始联络所有的这些基督徒们。这些领袖们，请你们怎样来帮忙做这个事情？哇！每个人就带了一根绳子来，然后绳子就开始又穿到下面去，要拉。好多绳子都已经摆到石头下面要拉，结果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为什么？绳子跟绳子没有连结在一起，所以每个人拉的时候都是这个力量，又滑掉还是怎样？他讲不对啊，绳子开始这样一个结一个结一个结连起来，所以这个绳子就变成一个这样，变成一个渔网一样。这个网这样一拉，很轻而易举就拉起来。当基督徒跟神之间建立一个祭坛，而这祭坛是一个网络，把它整个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就不一样，就不受到这些瑕疵的。所以神是呢，他将这个美好的这个他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伊甸园赏赐给人，这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竟然还要觉得说，好像不太好哦，我还是来看看风水好了。然后这要怎么去摆？我们已经失去，我们要管理全地的，反而变成是被管理了。已经失去管理之权利，你还要听怎样？还受到这个土地跟环境的这种控制啊。上帝呢，把人安置在伊甸园，在那个地方其实已经有这样，在时间它本身就是已经这样。我们讲4个因素嘛，时间它是最好的，在上帝创造宇宙万物还没有受污染的时候呢，就开始就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了，时间是非常好。第二个方位呢，它摆在东方的地方啊，伊甸园现在是差不多现在是叙利亚的地方啊，在中东。叫距离亚洲跟这个欧洲之间的那个地方哦，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啊，现在伊甸园的地方，它是在东方。其实整个2个大欧洲跟亚洲要连接的，就是要经过这个地方。所以方位上来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好，是在东方的地方。水势呢，是刚刚我们念的里面呢，有4条河流经过那个地方。我们都知道。人离不了有水，你要是没有水的话，你根本就活不下去。一个人可以40天不吃东西，但是你没有办法1个礼拜不喝水。所以所有的这些不管多古老的这些民族，他们的发源地都是在河流的旁边。找到哪边有河流，就在那边开始筑起帐篷，那靠着这个水流，他们就生命就活下来了，然后就开始渐渐的发展。那现在的人当然比较聪明啦，就可以把这个水引到怎样原来没有水流的地方，因为水流的地方它会泛滥，会造成水灾。像我们这些最近的台风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问题。那要是说这个水呢，有时候很久没有下水怎么办呢？人家想到我们把它做一个水坝、水库，在平常的时候，这个山呢这样就把它停起来，然后水就流在那边。没有水的人就放一些水出来。现在科技才有办法这样，以前根本没有办法，他们就靠在水旁边居住。还好那边水里面呢，就带来了很多东西，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呢，神要人在伊甸园的地方，其实它的水势也是最好的，因为有4条河流经过那个地方。也带来很多的矿物质的部分，山脉或者地形或者形势也是最好的，因为在伊甸园中间呢，它长了各样的青翠美丽的树木，还有结实累累的果树。所以这4个因素在算风水里面，在上看的一个时间，然后还有方位、水势跟这个山脉呢，其实神都我们预备在伊甸园呢，本来就是最好的。上帝让人来管理伊甸园呢，并为这些
动物来命名啊，这是证明说上帝真的将实权交给人了，不是嘴巴说说而已。啊，我们常常会看到，我们常常会抱怨我们的父母，说父母讲说，你做了什么东西不好，你后来你就跟父母讨论，父母说好了，那随便你了，你要怎样都可以了。那你说好，我要怎样？那个不好，那个不好又怎样？马上又被管了。我当父亲也是这样的，我还记得儿子他们还在国中的时候左右，或是高中我忘掉，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们想吃什么？今天由你们做主好了。就他们讲说麦当劳那个不好，那个不好了，这样，所以偏偏要把它转到我想吃的地方去哈。后来他们说每次都是这样讲，你就不要问我们就好了。也是像这样没有错。但是呢，上帝不是嘴巴讲说，你来管理全地就好。上帝从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第2章第19节讲，他就将所有的动物就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你现在是主人的，你要称这些动物为什么？你就叫他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样，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所以亚当其实也蛮聪明的，一个人怎么可以记得那么多东西？看到狮子，看到蛇，他就叫蛇。其实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他叫的啦，但是他当初怎么会这样想？能够一下想到那么多的东西出来，这个也很厉害哈。因为神赏赐给他智慧，那主要是神怎样将实权交给他了哈。让他去管理这个世界。那人在上帝所预备最好的这个风水的宝地来居住、安居乐业呢，同时享受上帝所赐予的各样美善跟福气，到目前看都是非常的美好。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上帝爱人，然后造了万物，让人可以去享受，给他讲了一些事情啊，讲最好的这种时间啦、方位啦、山脉啦、水都给他。是不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怎样开始有悲剧产生的，就叫失乐园，也就是他失去的这个乐园啊。上帝为了要保持人的亲密的人际关系，也为了要永远赐福给人呢，所以跟人定下的基本的规范。我想这个大家都能够稍微能够理解。在社会里面一定有它的法律，在学校里面有校规，家里面有家规等等，这样，这是为了这样定那些条例，不是为了要处罚，而是让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让你能够不要进入到那个坏的地方去。神也是一样，神说将这个伊甸园全部给你享用，这些动物都是由你管的，你要管理全地。然后，但是有一个条件而已，这个条件是怎样？就叫他说怎样，在第2章的第16节的地方，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在这边的意义是说，跟神之间已经隔离，这灵的部分已经死掉了，失落了跟上帝所示的一切美好美善的福气。神要让伊甸园让这亚当去管，让人去管，但是呢，他定了一条规矩，这个规矩就是这一条，简单不简单？很简单，你不要吃那个就好了嘛。还有这么多果子，几千几万个其他的果子，你去吃就好。人就是偏偏这样，告诉你什么不要，你就怎样，就偏偏要试，对不对？这人就是这么奇怪啊！这是亚当害我们，因为他以前就这样啊。他留下来，我们都是他的祖先嘛，他都是我们的祖先。一样的是怎样，人就选择了悖逆上帝，吃了上帝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的果子，所以我们就看到结果是这样，是相当的不好。圣经里面告诉我，在第3章17节到第18节，告诉我们2件事情：地必为人的缘故受到咒诅，很无辜地也没有怎样啊。他就负责任长出这些东西出来，但是他也受到咒诅了。所以地不能永久都能够产生它的我们种树下去的话，种果子下去，它不会永远这么茂盛。你必须要怎样？要施肥，要松土，然后过一段时间，过了几年，要让它休根，先不要再种，让它休息一下，然后再来开始，然后要开始之前又要开始施肥等等这样。所以地开始受到咒诅。然后人呢也受到咒诅，人必须终身劳苦，你才能够从地里面来得到吃的东西。
所以我们偏的人都非常。以前亚是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是应该，他们只要管理就好，但是我们不要耕种，他要管理，因为上帝这样有造了这些树，然后又造了雨，然后就下雨，然后就让他们得到滋润，然后就长大。你只要去管理看，不错，就吃了就好了。但没有想到，因为他没有照规矩去做，他背逆了上帝之后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惩罚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人演出了这个失乐园的悲剧呢，被赶出伊甸，因此上帝所赐的风水宝地就此失落了。所以难怪人家开始是觉得他的风水不好，他开始要去找一个风水，因为好的已经没有了。伊甸园是最好的，但是呢，他已经要被赶出去了，因为他没有照着神。这个当然我们以前已经讲过，神为什么要造一个善恶果树在那里？他不是不造那个就没事了吗？我们现在大家都还在伊甸园里面非常非常喜乐的样子，那神偏偏造了一个善恶树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不让人家吃善恶树呢？不是，难道是要我们不聪明，没有办法分别善恶吗？我想这不是哈。神创造了人之后，他给人留下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自由意志。这是神唯一没有办法控制，也是他不愿意控制的部分。他要你自己怎样，自己做决定。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神创造了我们之后，还让我们做决定。但是我们看看我们所有的人创造的东西，哪一样东西你可以让他做主？你没有办法做。像电脑是这样，电脑是最先进的东西，它还要听你的指令才能够做啊。你有没有看过电脑会自动思考的？没有看过，但是电影我看过。电影1900多年，1990年的时候出现一个2000年的电脑。而且早就已经过，现在2012年了。然后那时候的电脑这样开始会思考，然后这样开始自己改变自己的程式。那个主人已经没有办法控制它了。最后是那个反而是电脑里面，因为所有人都靠电脑，这个电脑去断绝掉它的什么氧气的供应啊，什么东西，这当然到后来那个主人就被反而是被他杀死。他没有动什么，他就是控制这样就好了。他说这个是会思考的电脑。那时候1900多年，西元199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想说2000年大概会这样，但是到目前还是没有出现这样。因为是不是不行呢？我想是因为第一个是他们应该是没有灵啦，没有魂，他们只有魂没有灵的部分，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自主的部分。第二个呢，人大概也没有这样子的宽容大量啦，因为我们想想看，我们很多做长官的人或是要当师傅的人，训练一批这个徒弟，永远都保留最后一招在。万一他叛逆的时候，还可以用那一招，还可以教他，还是这样来制服他，还是这样。我们都会讲会保留一些在，没有像讲上帝讲，上帝就是将这所有的最好的都已经赏赐给我们，所以他已经找不到在最好的部分。人因为这样就远离了神。那神的善恶的部分是怎样？神创造这个宇宙，有给你自由意志之后呢，他还是要让你能够，你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内，所以就没有意义啊。他就让做了一个善恶树在那个地方，告诉你不能吃，要看你能不能真的能够是顺服在他的之下。但是你有没有善恶？你当然有善恶啊，只不过你的善恶不是自己的善恶，而是以神的善恶为善恶，这才是神要的。我们就是因为吃了这善恶果子，每一个人开始这样，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开始什么同样一件事情，每个人讲法都不一样，就开始罗生门就出来了，才需要有法官来判断，因为每个人他都讲他自己最好的部分，所以等等就这样呢，我们就发现到这个世界就开始产生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来产生。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讲。我们施乐园，神创造一个乐园，将最好的给我们，最好的风水。但是呢，我们因为没有办法，我们悖逆了，所以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最好的风水部分，我们就失乐园了。那怎么办呢？就开始被辖制了。我一直想要回到那个原来最好的部分，怎么办？我犯了罪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怎样，所以自己去研究，大概是这样吧。这个桌子应该怎么摆？这个应该向哪几点方中方向等等这些，就开始去思考这些问题出来。
人开始受到辖制了。你应该回去寻找创造时间、创造方位，还有创造山脉跟水流的这个神才对。也就是换一句话讲，你应该回到怎样新天，重回乐园，就是新天新地啊。上帝呢，他永远爱他所造的人呢。当人开始做错的事情上，上帝知道不知道？上帝当然知道啊。他要是不知道，他就不是神了。但是他要给人悔改的机会，他就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那是给人一个这样悔改的机会。亚当竟然这样躲起来。上帝问他说：你为什么躲起来？他说：因为怎样，我赤身裸体，所以我不敢见神。上帝马上知道你一定是吃了善恶果了，所以你才开始有这样子的想法。上帝呢，他知道他的，但是上帝愿意给他一个机会。你知道这个经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看哦。上帝知道他们说自己是赤身裸体之后，上帝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上帝就给他们做了衣服给他们穿。上帝做了衣服给他们穿，那个衣服是从哪边来的？衣服是怎样？是杀动物来的呢？上帝为了爱人，竟然爱到像这样，为他所创造，他竟然牺牲了，为了人的犯罪而做了这件事情。这是神爱我们的一个很具体的表现。因为上帝爱我们呢，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他就这样差他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之后呢，他又复活升天。要有人为你来当罪的话，这个人的分量一定要够。随便找一个人来，你想，假定是跟你这个分量不等的人来说要来代替你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也不会接受。好，一个人也顶好了，可以的话，一个人也能够代替一个人。如何能够代替所有世上的罪人呢？没有办法，你找不到有一个人可以有这么大、这么高的这种分量，他可以这样，可以代替全世界的罪人，除非是这样，除非是神。而这个神呢，还是最大的神。主耶稣他愿意来为我们世人呢，所以他的代替我们的罪里面呢，就足够这个分量，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因为主耶稣他钉十字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恢复到跟神要重新和好。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呢，将来他还要来接我们到那接所有相信的人，能够跟他一同在新天新地的地方。新天新地的意思是怎样？就是恢复到神起初创造那个样子，不再受污染的。我们自从亚当他犯罪之后呢，整个世界就开始受到污染了。但是呢，这边要告诉我们，你还可以回到新天新地的地方去。约翰福音第14章第2节到第3节，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好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主耶稣他不只为我们将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还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一个永生的地方呢。这就是所谓的新天新地的地方。所以我们结论来说呢，你还会相信风水吗？风水是有这些东西在，是没有错。但是呢，你要寻求的是那个永恒的风水，不会风水轮流转的，会变来变去的风水，也不是每一个人算命，每一个风水师来看都不太一样的那种风水。不，你要的是永恒的这个风水。你可以不用再去寻觅这些风水的宝地，你也不用看地势测方位啊。你假定接受的耶稣呢，认识的真神呢，他就将赐福给你呢。有神的同在的住家呢，就是这样风水最好的地方。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跟你住在一起，有哪个地方是不好的呢？当然就是好的。不管是时间也好，不管是方位也好，不管是山脉也好，水势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并没有什么忌讳，我们不看那些黄历里面的日子，那日子里面到底是凶煞还是怎样都没有关系。我们常常在牧师常常去组织这种丧礼的时候，哇，丧礼现在因为我们桃园的这个炉子也是有限的，那假定很多人都看这个好日子，哇，这个好日子大家都挤过去，哇，排不上，早就被占满了。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不看日子，我们就看啥，人能够出席的就是好日子。哪时候人能够出席呢？礼拜六最好了，所以我们就选礼拜六。有时候去看礼拜六，怎么都没有人，去看黄历，大凶。所以没有半个人，好，我们好高兴哦，因为没有人来阻挡我们，我们就很高兴在那边唱歌，然后可以都没有阻挡的，一切都非常的顺。哎，要是说大吉的时候，哇，这排好久，要跟人家排在那个地方，因为这样，我们所信的神是掌控时间、方位、山脉、水流的，所以在他什么？我们依靠他，什么日子都是好日子啊！怎么会不好的日子呢？因为有神跟你同在，你的住家也是这样，你要坐的办公桌也是这样。你觉得好的地方摆上去就是好的，靠神的名祷告怎样，神就祝福在这个地方了啊！因为我们有最大的神给我们的帮助哈。上帝还为你预备了新天新地，在那里呢，你再没有眼泪，也没有死亡，也不再有悲伤啊，不苦号，也不是疼痛哦。这在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4节，我们要求的风水是怎样？是永恒的风水，而是不变的，是神所赏赐的。神怎样子来赏赐给你呢？你靠他的名祝福，神就赏赐给你的，而不是看风水师拿起来八卦这样算一算才算出来说哪边是好，而且你要朝这个方向。我曾经看过人家一个办公室很奇怪，这方方正正的，这个主管竟然坐在一个斜角的地方，因为你看起来就是很奇怪一样。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笑一笑，不敢讲。因为怎样？因为风水师叫我要照这样子做，看起来就是不起眼的一个位置，可以一个很好的位置摆上，他不行，他就是因为要看风水的关系。我们基督徒怎样的？神看为好的就是好，神把这个主权交给你，你要管理全地。你所命名的这些动物怎么命名，它就叫什么名字。神把管理全地的职责交给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它呢？我们还去问别人呢？没有，你觉得好的，你就是好的风水，靠神的名祝福他，神就祝福你了，因为神将这个主权交给你了。你还要再去看风水吗？不用啊，因为怎样，神就是你本身就是神的代表者。耶稣说怎样，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我那里去。所以你要到神那里去，你要透过谁呢？就是透过主耶稣嘛，因为他就是道路啊。道路要什么？要到真理的地方。这真理是什么？就是通往永生的。所以耶稣才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这样永生生命哈。这是有它的顺序存在哈。你不是讲我是生命，我是真理，知道没有？你是道路，为了要通往真理的地方的道路，而这个真理就是告诉你是永生是什么。所以耶稣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我们要愿意呢接受他的时候呢，他给我们的条件没有说要我们这样，没有说要你写一篇论文给我看，及格才能够进来，或者你要奉献多少你才能这样，没有，你只要单纯的相信就好了。你相信主耶稣能够赏赐你这些，能够洗清你的罪，你在他面前认罪，奉他的名受洗的时候呢，你的罪就得到了赦免了。他就要怎样？他就要担当你的罪，还要带领到这样新天新地的地方去。你们愿意相信这一位神吗？我们相信中间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当然都已经相信了，但是你有这样子的确信吗？你还是在迷信的觉得说，我还是要来看看风水好吗？我还曾经看过人家一个房子是这样，很正面这样，四四方方很好的。以前去看他是这样，再次去看的时候，他那个门呢不是这样，是斜一个角，原来是这样，他斜一个角出来，就是例如呈现4-5度左右，你要这样进去会碰到墙再转过来，才是他们的里面而已。为什么会这样？他也是一样笑笑风水，他相信了这些奇怪的风水，他没有相信神已经给我们这个权柄了。
你要管理全地。当你看为好的，你祝福他，神就祝福在他身上，不用再去看那风水，因为他们都不是掌管风水最大的，掌管风水最大的就在神，神已经将这个权利是赏赐给你们，所以盼望我们这里都非常的清楚有关这方面的。今天的福音主日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些，所以题目呢有一些思考，告诉我们说，你是否曾经而且或者是仍然在相信或迷信风水呢？你现在呢？你可以分享你的经验看是这样。然后亚当呢，他为什么没有选择吃生命果，反而去吃善恶果呢？如果是你会怎样？因为我们不是亚当，我们不知道。但是要是你的话呢，你会选择吃什么呢？我们要现今的生活中间，其实像生命树跟善恶果的树这样，常常在我们面前呢。你要选择哪一样呢？先告诉我有哪些事情跟决定的，像是面对选择生命树或分别善恶树呢？你常常会做怎样的选择呢？依靠你的知识去选择吗？还是回到神的面前，知道神要我们怎样？神告诉亚当，这边有一棵善恶树，这边有一棵生命树，你不要吃善恶果树，你要怎样？生命树随便你吃，因为这是这样。是整个伊甸园都是你在管的，但是亚当竟然去选了善恶果树。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很多这方面要我们去选。有人告诉你风水，我们这个风水师很棒哎，我们就请他帮我们看看，说不定你的运就转了。你的运是风水师在控制的吗？还是神在控制的？你有时候就面对着这个生命树跟善恶果树，我要选择哪一样呢？你要去了解神告诉你的是什么。所以圣经要常常看，你就知道神。你没有常常看没有关系，你祷告，求问神。神啊，我面对这样子的困难，我要如何选择呢？我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求神你让我明白我应该这样子的做。我相信我们这一系列的有关这个改命换运的这个呢，就是要让我们破掉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的命运不是靠我们想象这些算命啊、风水啦、又是什么东西，没有，而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将这个生命赏赐给我们。不要忘了，你应该这样回到神的面前，愿神祝福在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创世纪再次让我们来看见神你起初怎样子的创造万物。你创造的人愿意赏赐给他灵魂，你吹了一口活的灵气给他，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就能够跟神一起来分享所有你的创造。你就将最好的伊甸园赏赐给他们。但是我们看到人背逆了你，我们就开始受到了污染，我们的思想也开始错误了，我们也不再认真的敬拜神了，反而去拜那些假神了。我们甚至觉得放弃了神你给我们要管理全地的这个权柄了，我们反而还去请问风水到底是如何。主，你再次的告诉我们，你是那一个时间、方位、山脉、水流的创始者，一切都在你的管制之下。只有在依靠到神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必受到这些风水这些的辖制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来信靠你，就有平安喜乐跟我们同在。我们能够重新掌回主你交代给我们的管理全地的这个的权柄在。求主祝福，也求主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